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聽文哥說書啊！我係你嘅主持人文哥。今日呢就係2026年嘅1月1日啊，就首先同大家講聲新年快樂先。咁啊呢個昨晚呢就係呢個除夕夜啦，好多人啊都去睇咗一套呢超級期待嘅電影啊，就係呢個《尋秦記》嘅電影版啊。當然啊，文哥亦都唔輸食呢，就去睇咗呢套戲啊，足足等咗20幾年啦，終於上映啦。咁啊，好多影迷啊，同文哥一樣啊，都非常之興奮嘅。嗱，我呢就從呢個2001年呢追呢個 TVB 版嘅《尋秦記》就開始嘅，就呢迷上咗項少龍呢一個角色嘅。古天樂演嘅項少龍呢，帥氣機智又夠 man 啊！穿越去咗個戰國啦，幫阿嬴政呢統一六國，仲有孫軒啦、郭羨妮、滕麗明呢幾位美女陪伴啊！嗱，簡直呢就係經典中嘅經典啊！當年播完之後呢，大家都覺得結局呢有啲吊住胃口喎。項少龍一家呢就隱歸田園，但係呢呢個師徒之間嘅恩怨呢，歷史嘅命運啊，仲有好多未解嘅謎團啊！而家嗱，終於到咗個電影版呢出現啦，故事呢直接就接住呢個劇集結局19年之後啊，項少龍就係古天樂演嘅，同老婆們呢就匿埋去咗平原度生活啊，但係突然間有個新嘅穿越者阿 Ken 啊，就由苗僑偉演嘅，因為多年前嘅恩怨啊，佢哋呢誓要翻去秦代稱王啊，仲話要改變歷史添。呢個 Ken 呢真係有啲把炮嘅，用現代嘅武器去突襲呢個秦王。秦王呢就係由呢個林峰演嘅，搞到大秦帝國呢就亂晒龍啊！秦國呢仲逼住要揾翻自己又敬又畏嘅師傅項少龍求救添。師徒呢20年後呢重逢，立場呢當然係有少少唔同啊，有情亦有仇啊，仲要對付呢一個嘅新敵人啊，三個人嘅命運糾纏埋一齊啊，秦朝呢又起風波啦。最正係原班人馬大回歸，古天樂、林峰、孫軒、郭羨妮呢個滕麗明全部都翻晒嚟，仲有好多唔少熟悉嘅面孔啊！新加入當然唔少得苗僑偉做大反派，好有睇頭噶。主題曲就叫《天命醉宮》啊，就係由呢個古天樂咧同埋林峰合唱嘅。聽到佢哋把聲真係咧個個都拍爛手掌啊！嗱，文哥咧就即刻回想翻當年追劇嘅感覺，超級感動噶。電影咧拍咗好耐，2019年做殺科，但因為疫情同埋一啲嘅後製嘅步驟咧，就延遲到2025年12月31日除夕夜咧先上映啊！香港同內地都一齊上畫，好多戲院大排長龍去等門票啊！嗱，聽講有兩個結局，一個係跟歷史嘅，一個係滿足劇迷嘅幻想啊！真係好貼心嘅。文哥覺得呢部電影呢，就唔止係賣情懷嘅，仲係探討咗師徒嘅感情啊、宿命、權力嘅衝突啊。古天樂做監製，用心保留原劇嘅精神啦，但加咗新嘅元素啊，又加咗一啲咧科幻嘅動作、冷兵器對呢個熱兵器咧，應該好鬼刺激嘅。嗱，如果你係老沉迷絕對係要去睇下，捧下場勾起一啲嘅集體回憶。如果係新嘅觀眾都可以入去睇睇。嗱，明白下點解呢一部穿越劇咧係咁受歡迎啊！嗱，好啦，今日嘅節目講到呢度啦，下集文哥咧再同大家講啲得意嘅嘢，記住關注我哋文哥說書啊！多謝收聽，再次同大家講聲新年快樂，下次見啦，拜拜。